我哋學校位於新蒲崗，日夜穿梭其中。你係咪亦都知道新蒲崗嘅歷史，知道新蒲崗嘅過往呢？樹身邊新蒲崗呢本圖書，單睇名已經覺得非常特別。點樣通過植物扣連新蒲崗嘅人情，深挖新蒲崗綿長而發光嘅歷史呢？我哋今日將親臨樹身邊新蒲崗所寫到嘅地點景物，從中文同歷史跨學科嘅角度研讀新蒲崗。百千層嘅老樹皮，卻一層一層堆積喺樹嘅外圍，儼然成為內層新樹皮嘅重重保護。外圍其薄如紙嘅樹皮，是老卻甚至已死嘅老樹皮，偏偏薄層尚處於半剝落之狀，是否香港城市生命之生成，亦略近乎此。樹身邊新蒲崗一書提到嘅雀屎榕、波波樹 T285 已無法原址保留，但眼前另一棵區內名樹種植喺越秀廣場外，見證以前麗宮戲院嘅興衰，早已被納入香港古樹名目冊中。佢體積龐大，亦成為唔少港產片嘅取景地。如今樹猶如此，戲院昔日嘅熱鬧早已不在。新蒲崗最有趣嘅係佢嘅街道命名，大有街、雙喜街、三竹街、四美街、五芳街、六合街同埋七寶街，如同一個熱鬧嘅大家庭。呢啲街道都係工業大廈，或者係有賴於呢啲富有祈福嘅命名。當時嘅工廠風調雨順，呢啲具有傳統觀念嘅，唔通只係存在喺工業區咩？其實唔係，喺住宅區同樣都有，就好似景福街、爵祿街、康強街、錦榮街、仁愛街、寧遠街，亦都係寄望咗人們幸福安康嘅意願。樹身邊新蒲崗提及南亞食品公司，自鄭先生父親嘅朋友而來。呢位朋友稱為阿林，係店鋪舊東主。喺替店鋪改名嘅時候，將阿林二字倒轉，配上潮州人口音，結果就成為咗南亞啦。時代嘅變遷終歸係一種好事，傳統舊式工業嘅消失並冇令人情味變淡。對於老一輩嘅人嚟講，身處呢個地方已經承載住嗰個時代嘅印記，嗰個時代嘅歷史。新蒲崗以前坐落住全港最大嘅影院麗宮戲院，可以容納3000幾人。當時好難坐滿全場。戲院不遠處便係啟德遊樂場，有摩天輪、過山車，能諗到嘅機動遊戲應有盡有，攤位遊戲更係琳琅滿目。麗宮戲院同埋啟德遊樂場作為新蒲崗舊時嘅地標性建築，將新蒲崗嘅心聲敞開俾外邊嘅市民，話俾佢哋聽，新蒲崗並非徹頭徹尾嘅工業區，呢度不一定係烏煙瘴氣，亦都可以歡聲笑語。新蒲崗就好似一個老人，年輕時為工廠區，為香港提供生產資源，年老時佔
並改為居住區，為香港人提供安家樂戶之地。新蒲崗嘅改變唔只係表面上嘅變遷，而係新時代同舊時代嘅交接。我哋身處新蒲崗，閱讀呢本《樹心邊新蒲崗》，一定能夠增加新蒲崗嘅歷史以及印象，並增加一份歸屬感。